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中华园林是台湾重要的国创，干轨道烧黑的夜道，变作空气污染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也影响到交通安全。为做到这个研究以来烧管的问题，园林院今年设立的全国第一套 RDF 固态延伸性燃料设备，讨论把看作废弃物的管变作生殖燃料能源。其实，美国、日本、韩国、欧洲等多国家，如同绿色生活经济，看作未来的民生产业。台湾也想要听到一能，经济部推动能源国家型计划，想要发展出替代能源，通管也到农林废弃物转化做新一代的生殖单纯。今日第一条专题，先来看台湾更加干嘅再利用技术，韩国数年发展，能把优势的拿来做嘛嘅？老管一头变到具体地方，唔是急救的，做打出硬硬烧得的滚呢。一套设备的原理嘅无管再利用同固态延伸燃料计划，设立了全国第一套老管一头农业废弃物变作用得的资源。它是一个很蓬松的一个东西，哦，那如果说我一卡车其实载不了1-2吨，但是它的路途卡车的路途所耗的油耗，它不会是因为说你载1吨跟载10吨有什么差别。那如果说我现在能够把1吨每一车载1吨的稻草，变成说我每一卡车我可以载10吨，那整个我的清运成本将会大幅度的降低。在到像善用的也就本呢，加到燃料喺农行，要做他家地带的国学。国内一间有名机器公司，本单原来设计喺古田路工厂地度，园林县政府去年请厂商重新设计，打造一台小型细台呢，将有办法来推广，一套设备到农业博览会展出期间，受到众多注意。可移动化，那可移动化、小型化可移动化呢，要能够装在一个货柜里面。那装在货柜里面呢，我们可以把这一个货柜，把它拖到我们的这一个，譬如说一个农田产销班，然后我们负责把这个农田产销班的它的稻草，整个把它处理好，变成燃料棒以后，那这个燃料棒我们就可以很轻便的、很轻易的运到一个储存地点。国内的农民就是说，政府叫我们不要烧稻草。那这些稻草我要怎么用呢？我看到这个，他们原来这个是最简单的，而且对他们最有益的。我们燃料烧起来有回馈农林的一个农会的产销班，对不对？给他们嘛。照园林县政府统计，园林县1年期务的总面积大概有43000人公顷，樟树种花园的45000人公顷，一年的管总产量大概有26万公吨。不过，数到转来再个利用的还无5%。无的国下来过后，当多管喺直接到田球方烧脱，无做大田家下，攞佢打到田斗度方。按多年来，园林县检讨面，按样解决一条问题。甚至我们也就是说出钱来做过草席，然后到那个浊水溪那边来覆盖我们的一个沙地，避免扬尘。这些种种的努力都做过了，但是呢，我们发觉说，我们目前来讲的话，我们的一个稻草的有效的回收量，其实占它的总量差不多，目前我们推广到现在大概5%到6%左右。园林种花体系干的废树或按照劳动地农民的生活习惯有关。投摆耕种的方式，并非手管，咪系一部分。政府按长期头推广，行较环保做法，按农民头大田家下，攞去打到田斗度方，模组拿嚟做有机皮，每盆一只大管索，模组出物自动封上的一项东西。不过按样实施效果唔好，农民知道去做，咪易废弃。有机皮料做唔係使得2-3年前，過來大概form得啦。唔form得後，大概將是變火燒啊！嗰時個火機出嚟啊！你下面習慣冇人來再殺啦。在第1期跟第2期的这个稻作之间，它急于说
我现在可以赶快耕作第2期，来增加我的一个农田的一个生产的产值。那所以在这个时间很短的状况之下，那农民他可能就会想到说，我的稻草就利用露天燃烧的方式，尽快的把它处理掉。土田下冰火手管，青苔问题係使唔完全，會對空氣品質還有交通造成影響。因为它是在露天燃烧，所以它在燃烧的过程里面，其实它造成了很多的悬浮微粒，好，包括细悬浮微粒。那我们云林县包括斗六市，其实我们的细悬浮微粒的严重性呢，是仅次于高雄。跟嘉义市相当，大概可能都是排名都是在严重度的第2、第3名了。像最近的这个霾害，大陆的这个霾害虽然是很大的这个范围，但是这种露天燃烧这样子的一个机制，其实通常它的稻梗它的含水率是比较高的。那这个含水基本上用这种低温在做燃烧，其实它黑烟非常的多，其实就是霾害的一种。對手管高煙是情形無窮樣，新竹縣去年為了將管有行較多年的利用，設立了一個竹中苗3煙式的管再個利用高溫平台，用的錯的人注定有耐有管好拿。在去年的一個推動裡面，我們嘗試這樣子去推，那透過這個平台。那也有初步的一點績效，比如說我們在去年已經成功的這個媒合了大概7、8件這樣子的一個供跟需的這個需求，數量不是很多，那但是基本上已經有這個起頭。四電台高機總困擾動數落落幾捆的管下來。叫2隻太倉庫對內的管，一年清銷數200架的禾管，佢打出來的管片影響障礙。雖然工廠的種花未利用新竹縣的高溫平台來清管同人下。他們的經驗法則裡面跟他們講，燒過之後，那個如果有那個灰飛的話，它那個土地會更比較肥沃，但是。其實基本上斬碎的肥分絕對比它燒得多，但是農民的經驗法則跟他們講，這一定要燒。但是最主要是為什麼會燒那麼嚴重？是因為我們這邊沒有嚴刑峻法，因為我們彰化縣跟雲林縣都屬於農業縣，不太適合嚴刑峻法。老管變到輸送帶，這個出來做管片。一條加工過後管片，其實當做蔬菜用的，也再個利用技術發展有3個部分。第一係加工製品，比如講管片、榻榻米，也係管塑。過來係做荷蘭奶，未來的發展係要做生殖能源。現在供應的台灣的草繩需要量很少，現在剩下機械用機械五金，他們都用草繩在保護那個滾筒狀的東西、圓狀的東西、棒狀的東西，然後。再來就是像我們樹木在移植的時候需要用保護到我們的那個樹幹或者是根部的關係，又用到，所以量非常的少，導致很多草繩加工業就逐漸的沒落。對上嘅杜行拿出堅強嘅管，一分讓部分落去留下來。一件同苗栗的管手工藝管，主要係做外銷日本的西美拿瓦，辛苦經營了1、2、3年，一直堅持到15年，才開始天天的賺錢。一開始只有最少的時候5個貨櫃吧，1年而已，5個貨櫃，量非常的少。是到近幾年來開始，因為三角貿易比較嚴格，所以才有很多的日本的客人，他們希望用我們台灣的稻草。其實最主要，台灣的品質也比其他國家來得更好，因為這樣子，所以我們的訂單一直慢慢的增加。所講嘅3國貿易，簡單來講，在台灣廠商接受國外買方訂貨，要同第三國買，貨物喺第三國直接送到國外買方，而第三國頭擺接送講到係中國大陸。經營到第三台蔡批文，堅持用台灣的管同手工藝來維持品質。
因为我们台湾的稻草品质比其他国家来得更好，而且我们的农作物事实上在台湾来讲是非常的优等的，所以说日本他们为什么会选择用我们台湾的，最主要也是我们的手工，还有我们的诚信度。佢还想办法做出像係生意成效艺术品，美港一道想要将干的艺术品发展到更好。现在很多人订婚、结婚都会送米嘛，那我们当然希望能够做得精致一点，那我们就用稻草来制作米桶，那就叫我们的幸福米桶。那幸福米桶呢，你再把米倒出来使用完之后呢，还可以把这个米桶制作成存钱筒，就是环保再利用。对建设到手工艺品，用得到的干还唔算多，正经当要发展的产业係做生殖原料能源。頭擺包含工研院同學術界，是研究將農林廢棄物轉變做硬手得的管理，咪做 RDF 技術。現在台灣能源法係咪通過，做唔得用途工業項，故所亦就講唔係再個利用，做係得到焚化爐去燒。廠商唔想等呢，自家想辦法尋出路。焚化爐去燒，一次就燒光了。整个资源回收哦，一个生物的一个回收，经济回收没有充分的利用到，所以我们才会想到在台湾由民间去走到看能不能影响政府啊，把这个废弃物啊，他们所谓的废弃物，我们变成黄金。原來得睇嚟廢棄物變做黃金，按樣嘅想法，咩當到人嘅想法。未來還可能發展變做更利用得來綠色經濟。從2008年之後金融海嘯，你可以去發現說，各國提出來的這個去振興經濟很大的一個方向，就是用綠色的經濟，包括美國奧巴馬所提出來的，包括我們的很強勁的對手韓國，跟我們這個依存越來越高的大陸。事實上，他們所有的這個舊經濟都是用綠色的經濟。在北歐四國，那麼土地狹小，資源有限，他們這些發揮的淋漓盡致，像挪威、丹麥、芬蘭這些都把它發揮。那個他們叫做農林那個一個生物經濟的一個循環再用。稻草性的衍生性的燃料棒，我的推廣，它最後能夠部分取代部分的所謂的煤炭性的燃料的時候，那它這個燃料棒，它會有一個經濟性的價值，它可以變成是一個銷售性的產品。喺個無老幹看做係用唔到嘅東西，像一種兩岸台嘅農林廢棄物，顛倒變做係農民嘅資產。因為在地表上這些農林廢棄物太多了，其實世界農糧組織來統計這些非木纖維的廢棄物啊，農林資源的這些東西大概有25億萬噸，我們用在造紙方面去的用了13億萬，還有12億萬噸這些東西，當然是世界各地。那這些假如用一個這種的概念，去把減少儲運運輸成本，把這些資源拿出來。台灣有98%能源可以是進口，生殖能源咩大碳同永久發展天初作為。工研院研發的橡皮樹生殖單純技術，作為用乾一啲農林廢棄物做燃料生產呢，做得太石化能源來用。去年還是得到全世界100大科技研發獎，也基建同技術專業集團。那是另類的一個生物經濟的一個終端的應用。環台積電、台達電這些知名的大企業，實際上都在新竹。它本身就有能力做到是世界級這樣子的一個標杆。那在這種大的這個綠色經濟的一個範疇，然後在我們新竹縣確實有它的這個產業的優勢，綠能產業。然後我們盡量把這個跟綠色有關係的這些產業整合成一個聯盟，好。用打群架的概念啊。乾唔係錯，唔係廢棄物，還有當多蔬菜就用得到，咪絕對係建留台灣的健康。
一下欧美日本连韩国主动促进的发展绿色经济，台湾唔但将有机会脚上去，更同期再个拿来用嘅一条机会，还做得发展出自家特色同优势。